哪一个李公子？湖广襄阳李维德。李维德，他是城市老爷的亲外甥，可穿的是破衣烂衫，像叫花子一样。呀，相我老爷深深三观忠正，西藏兵部上是马勇一手提拔。如今他离家与马勇结成，丢官下狱，家在心操。今日李维德前来投替，这叫我是何是好？老爷们只有个外甥叫李业德，这哪有什么李维德？他是无法浪子，滚来冒人滚去，万不与我滚了出去。是，准来。与那浪子言明，杀在上门死闹，定要送过死罪。老夫人，要不要我再去问问清楚，以免将真的当做了假的？学的都是。爷爷小姐到，老夫人，爷爷小姐来了，快快有请。正是司马员外等着回应呢。我有事请便，咱女儿有丫头陪伴。爷爷，陪伴小姐晚上，你要小心事儿。是。小姐，随我来。
有么伤心？真是奇
马永成，黑夜对端下月梦月光，月金金天福暖，不了路中遇江娘，相见一空难上路。洛阳，你的舅母是哪一个啊？竟是那王忠贞的夫人啊！哦，你就是李林的李公子。真是啊！我家老夫人是你某人归妻。什么？哼！那边，小弟，爷爷，那穷鬼怎么晚了一走？小弟，你知道他是谁？是叫花子吧？我不是的，那是什么人？他是你的表兄。哦，既是有这样的表兄，小弟。上言道，皇帝也有朝廷，富贵贫贱非天生。究竟是谁？他本是富光襄阳李立人，是我家老爷的亲外甥。那他为何去见公妈呢？刚才他已去相求，老夫人不见将他赶出门。可怜他有人有我路难行，你何不救他一条命？哎呀，公妈都不认他，我又是我救他呢？只要你心中送派人银两，李公子谢此奉生为年年我乃是千金之躯，名门女，怎能想马生爱之死成你？茶杯旁人知道后，岂不是轻把名声皆灰烬？女儿家莫过身外事，非礼不同是规训。这是你的表兄，我认识上门先生。
见死不救。小婢他是天经之躯，讲究非礼不动。你我为奴作为的，就不用管这些了。只是我身边的这些银子，我大概有一点。还是不够呀！梅花，你把我头上的枝花取下。你先问小姐为王，我取下就来。李公子。大姐，李公子，我这里有点银两之花，你先拿着，进京便远去吧。救人于水火之中哎呀，这是何故啊？哦，像是他知我离离是龙梦中杀来名字也真用，俘虏燕军用心吹呀，小丫头为言色英雄啊！这里下口也救了
听，你究竟愿也不愿？夫人。尚在情理之中，后今私老文臣旁过，你哥们便具真实了。奴婢生来命苦，实是不归王下。私家的亲事，我已经答应了。你答应了？答应了。奴婢宁死不从。好的。夫人，李公子来了。哪一个李公子？就是3月之前曾来求见夫人的湖广襄阳李维生。他又来了。是呀，或许他尽孝过。哎呀，夫人，是今他锦衣随后，携夫何用，气势汹汹的而闯进府来了。带我先去看来。一生在人光里为舅母有所不知，必然出门相迎，不会见瓜吧？相母这茂盛官清的有方郎子，怎当得起你忠贞夫人的名字哟？一生光里为啥何事？看来与忠贞夫人报喜呀！老身无喜之有。多蒙老丞相及朝中众位年不保证，天子查明情由，不但释放奴妇出狱，归还了贤母家产，而且将我母浑身谁配女尸？这场意外之喜，恐非你死了所去吧？哎呀，医生啊，这正是我早已了然之事啊！我常常对人眼色，你父们为人真热忠义啊！那，就是医生啊，医生的一表非凡啊！啥不是我这一表非凡，正确的是你忠贞夫人的闭门羹。此话从何说起啊？记得3月之前，我来投奔于你，多蒙你老人家死在上你宽待殷勤啊，给我禀告给娘，报答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。医生，你3月之前
怎来投奔于我？哎呀，我怎么丝毫也不知啊！哦，丝毫不知，不知。想必是乡民农舍听话不正，秉事不明。我收拾大清之后，定要送这当于他眼神。贵客到了，怎么还不炖茶？哦，爷爷，快炖茶嘞！哎呀，爷爷，快炖茶嘞！家园带马。爷爷，哦，这位大姐，莫非就是先拜是我银两之花的大姐？哎呀，你看呀，我认识我了。你是李公子？真是啊！哦，原来是恩人到了，恩人听着，受我一拜。公子不可，这是为何啊？先拜我被你说出府门，几乎动人而死。是这位大姐雪中送炭，是我银两之花，我李某方有今生。原来是此。难得大姐身居奴婢之列，长此私立群众，能出5年而不说，傲风水而四方，实在令人钦畏呀！不像那些见风贵望女，女平性而疏远的小人。恩人听着，随我一拜，公子这一拜礼当礼当。大姐，你另有泪痕，莫非有什么为难之事？说出来，我与你分忧解愁。多谢公子。讲，爷爷，并不为难之事。无情不信，定要分公明白。也生不知，家因本身是生，死了原为要娶她为爹嘛。原本嘛，这门亲事真好，只是这丫头不愿呐。那死了原娃也多大年纪哦？也不算太老，方才68岁。哎，这又是你的不是了。想着后眼发发，岂不有大姐的终身？倒是老身一时少虑，只是这门亲事我已经答应私家了。快在我的面上把这姻亲毁了啊！秀一言神。
成就业。巧迷了心，我何不神随太子送神行？叶生，叶生，叶生难得到此，就在木匠玩耍几日吧。哦，待我派人接你母亲前来，随一同进京。生儿正好在此连累你去不哦。爷爷，万不了公子都是吉人啊，请公子都是吉人。看在你大罪的面上，我就暂且知晓。王师啊，将东四郎当少官人，请公子前去歇息。是，都前去不了。叶生，请公子请。娘他心儿已做不愿不虑，奴婢遵命。女儿心。
人
我不过是趁热之劳，征求你趁我原谅我。这一点点银子，哎呀，银子三十不多，与你生恰是倾家堂差一半女。公子，这点小事你不要再体谅。哎，我不但今生今世要的，我就是来世嘛也要提哟。恩人请坐我。公子，我是奉老夫人之命前来侍于你，你这样对我，岂不是没有上下之分，自破自别了啊？哎呀，爷爷，我求你莫的奴婢还是好吗？想我离别的，煞非你好意搭救，只怕又为奴而不得呀。你我是同病相怜，情是知己。爷爷，你说是也不是啊？是啊。不是哎，爷爷，你走啊！哎，走。公子，我要走了。哎，不是老夫人命你来侍候我的吗？那就不许你走了。这里没有事做，我始终要走。谁说这里没有事做啊？这里的事啊，是怕你做不完嘞。做不完，我找人来帮忙。哎，爷爷，哎呀，不用了，只要你一声，就够了。那就请公子吩咐。吩咐，我要洗脸喽。我去当水。爷爷。哎呀，你又来了，坐下，坐那，坐。爷爷，你猜我在写点什么？我猜不着。你拿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哎呦，看呀！
痛啊！哦，这是死啊！是啊，是死哦！人家连死都不是你，你，哦，你不识字啊？哎呀，这也何妨？给我念一念听了。你念了，我也不懂啊。啊，我晓得了，你是演我的死不好啊！好，我念了，我念了。公子，恭敬不是聪明，我请你念真是了。哎呀，这才对呀，你言轻重啊！爷爷。你听了，言之来自参差言言之去是参差情是无天的。看你是些啥呀？哎呀，我懂了。哦，爷爷，来，我讲给你听了。得知是神，爷来了。是我来了，我来了又怎么样？哎呀，你来了，这房中又是长人一段，把话先言呐。第二句是说你燕去了，是我去了。你去了，这房中又是残存之人，红消相断呐。后两句是说我需生出一双翅膀，谁让你夜夜同欢同乐？公子，你倒是随便乱写，要是被老夫人知道了，要当死我了。公子，你快洗脸吧。好。爷爷啊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公子呀。不许叫公子，那我叫你什么呢？叫我李卫的。那也是夫人家名为的呀。那你是叫我李兄？公子，你是子，我是奴，怎么高攀起兄妹来了？死不得。那你是叫我李哪？哎呀，爷爷，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？我要与你同欢同乐。爷爷，你爷爷，我与你跪下了。你要是走了，我就跪上不起来了。爷爷，爷爷，你真是害傻我也。哎呦！
我做啥？你心里明
红颜都不明，我连你孤苦有伶仃，我妻贫苦有所成，愿救他的怕生来。潦倒穷困，为难叫恩生生，鼻孔你高档多年经，弃用婢女今恨我比这上文爷爷来当点皮分身随归。公子，谁要你渡罪来？那你答应了？谁答应你来？那你怎么与我摆起天地来了？天子33年，天
惜此咯。小姐，他是何人如意？哦，既是此，你且到院外与他言讲，休在这楼台之上，被人棍子不雅。是。真是啊，王忠贞乃是我的全部，我是不光襄阳李妃的。哦，你才是李公子啊！真是啊。咦，听说你已经到了忠贞府了，怎么还来问路呢？这里呀，我是初到啊，今日出马一问，不觉迷失了路途。哦，大姐，你怎么知道我已到了忠贞府了？你不晓得，我们王忠贞也是亲戚。哦，什么亲戚啊？他是我家小姐的姑母。梅花。怎么与那人失了许久？小姐不知，他才是刚从京城回来的李丽的李公子呀。既算是他，我不请他进来呢。小姐脸上飘到雨雾，迷离不动，我只该把一个男子请进来呢。哦，你倒还听话哦。哦，去了小天，那我就去吧。我怎么会叫他进来呢？我是他的师妹的师弟呀。大姐，来了。哎呀，大姐，你怎么不与我指明路径，竟是走了哦？忠贞府现在城内西门第三家，时日不早，你快走吧。太娘快要落山了。大姐，你家小姐叫何名为呀？我叫小天叫什么？小姐，李公子问你叫我名为？今日之情，谈将复发。是。李公子，我家小姐叫贾莹莹。贾莹莹是公主侍郎贾老爷的天妻。咦，贾侍郎不是早已放过了吗？是啊，我家小姐命苦。怎么？老爷夫人前度死了，有兄弟姐妹，一个人真可怜哦。哎呀，有一个红颜不明呐！嗨，此乃天公之不公也。哎，李公子，你还不走，只怕滚不进城了。哦，滚不进城。那我就在你们府中结束一夜时候啊。那怎么是的？我家小姐是3岁离异的，娘里进去数一数都不肯，这位再说的小。可是天你完了，你看。我劝你还是快些走吧。是。哦，那我去了。此城好奇怪，这里失走，太巧不同。我只怪他走不走，我今晚上很乱呢。没错，你说。小姐，蜜蜂在哪里呀？哦，像是飞走了。梅花，随我回房去吧。
子，嗯，你怎么这时才回来呀？哦，郊外参观好，王生不是鬼。你莫非吃醉了？哎呀，我不是酒醉，我是心醉呀。心醉？什么事令你心醉呀？哦，我在外面啊，倒是好端端的，进得门来一见了你哟，我就不觉醉了啊。你是些啥呀？你讲了没有？讲什么啊？所以你不是说过，今日便向老夫人说明你我的婚事。啊，爷爷，你我不是早已成婚了吗？公子，啊，今日金毛有事不便理解，此事改日再谈吧。公子，那哎呀，我有些累了哦。累了，你快歇歇吧。好，待我与你可以。不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往日里我不与你谈，你说好说的要我谈，今天我要与你谈了，你又要自己谈。我这个人啊，就是讲义气，你不要我谈事啊，我偏要与你谈。哎呀，爷爷你哟！公子，我对你说过多次，叫你不要买东西送我，你怎么又买了？哦，你不喜欢啊？好，那就玩我吧。这是女子的手帕，你要它何用？我喜欢这花样啊。喜鹊老美，这花样并无其意之事。那待我来与你绣一块。爷爷，我就是喜欢这一块呀，玩给我吧啊！你拿去。哎呀，爷爷你，哎呀，看你这个样子，这又不是什么宝物。你真是他不是宝物哦，这也算是宝物，是非是什么知心人儿送的。你倒玩聪明啊！我本来就不笨嘛，这宝物的来历我都知道。那你倒说出来，让我听听看。啊，你要听？我要听啊！你不是累了吗？现在我不就累了，我的聪明人儿，你快将此牌的来历说我听听哦。你一定要听。一定要听。好，你且听了。话说天命之日，有一李姓公子，策划策马的听，只见路上行人不断，又有称之侍女，又上文字歌赏。公子正在观赏青山落水之际，忽见路旁产地有位二八
灵应之时，公子赠与家人一个月算日，家人赠与公子一方罗棚，这便是他的来历。哎呀，我女儿想上前隐瞒于他，不料他反把娃儿挑明了。反正啊，瞒得过金山，瞒不过明山呀。嘿嘿，我是有道理。啊，爷爷，莫非你身有千里眼啊？哦，千里眼倒没有，真能巧为算。哎呀，可惜你有一件比人算对呀。哪一件？那公子平日生有家人一个月算日哟。那小罗盘呢？真罗盘，倒借你算真了。算真了。算真了。你是我啊，当真婚姻他是却有誓言哦。难道你我不是婚姻大事？你对我讲的都是誓言。哎呀，爷爷呐，爷爷，你真是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啊！想你我身门原是门路不当，我怎能娶你为真室哟？须命我为奴讨情，你人在苍下归途山海门，红灯我教与你一片特情，红灯我再令你一缕芳文，红灯我只派那为人自在，红灯我见了你情到至深。昨夜我娃儿爹子命，今日里一空心，一人自闭。真是天大的冤枉哦！我谁不能娶你为无处找亲什么你官家子弟风雷中三七四七四长定，我比得相好女子成多少，爱女之心必该怪好分。好比我爱了大爷长娘，爱下去也爱不尽。难道生我是你机上的明情？
公子要奴婢就是了。今夜晚满，我一算要与你做一对细水鸳鸯哦。只要你得听明示，明示，好好啊！望天在上，后头在下，我比得上头爷爷来当脸皮，分身水光。爷爷，爷爷。哭闹，哭闹。你这个强丫头！小丫头尽管不理睬，我一见上吊要她取色美。生儿拜见举母，罢了，夜深请坐。举母请坐啊。唉，女生莫非身体不爽？生儿身体健康，并无不丧之此。莫非下人之梦不准？举母家父人言，下人并无不道之此啊。那夜深为吾上须顿谈。哎呀，举母，你那外甥媳妇，她已去世1年多了。哦，此事嘛，夜深不识，为舅母是早已想到了。哦，只是像夜深这样的家生正品，总得要找一个门当户对、亲家不昧的小姐才配得上啊！啊，举母，生儿已先走了一人哦。是哪家千金？就是那家父的叶灵小姐呀。是她。哎呀，夜深不知，也应来是老身的内人女儿啊！哦，待我去往家父，为夜深设媒的亲。生儿真官欲让你去母亲王哦。是，待明日请你关门前去。哎呀，既是内亲，后续来了娃人你。那夜深之间呢？现在府中寻找一人哦。府中有谁能担此重任？举母，你怎么忘了那聪明伶俐的丫头叶嫣呢？举母，秀意眼神，此次生儿惭退了。请便。爷爷哪里？
爷爷，李公子要在我府省亲了。啊，夫人，要奴婢做什么？叫你去替公子审美。什么？叫我替他审美？正是。夫人，你听听西红人，做的是能言夸女贵美人，一是为奴做理下等人，对如碰水是本分。夫人派我去审美，一人难来从。大胆！命你先去，你管谁做？不是？夫人，别的事情奴婢凡事不是，这件事一言不去。完了，完了！拿家法来，拿家法来！家法在此，臣令夫人知道。小的人，谢奴啊！真正气死我了！这都是李公子看得起你，才请你为媒啊！哦，你为他的终身之事，走一趟也不愿意啦。况且一小姐并受待你也不错啊！什么？他看中的是殷小姐？正是。殷小姐不上亲，非礼不动守闺门，他真是里里等，相貌堂堂心不正，口面国间巧为人，堂上别人娶你亲。小弟岂不负终身？我怎能避而不去？不是亲，我怎能任他受天背弃？
些话，站着这身，配你演技，只有我业务人儿堂来。是，多谢小姐。爷爷，姑妈也有大事，须得与我商量。小姐，你可曾将一方落魄赠与那李公子？爷爷，你听谁说嘞？我这落魄接什么李公子、王公子，是那个该死的奴才，欺我孤身杀女，挖我侵犯名声。小姐，你既有此事，那就不必理他了。你不是出此身，我定算不依。小姐，你一定要问。女儿将命这比性命还要紧，我岂能任人欺负？你生，你快生呀！他便是富光襄阳李玉此人上下弥天大谎，硬是小姐审他罗怕有相爱之意，哄得老夫人信以为真。今命我前来设媒。爷爷，昨日夜晨，我确认失落一方龙魄，说不定被他失去了。哦，那是他死之都停。小姐，你不去理他也就是了。爷爷，来，手啊！表兄翻落尘，他今
人，不管他内情我修毛家军，我看他心情温柔真自诚。门里好，趁年轻，又潇洒又多情。他好比一层春风，吹进园。我难尽好是自尊，花凝成。金马小弟诉衷听，不愿言，岂用心？女儿何可应，女儿何自信？手中落得千古恨，是母家无情闹多情。小弟呀，你与公子见面，你观其貌闻其言，你可知其人？李公子眉清目秀赛亚君，李公子他甜言蜜语赛温人，你可知他牵牛头像有本领？你可知他的恩爱是烟云？你可知他的心肠得多厚？他一人一个王魁回归营。莫不是李公子他女下年轻，在茶室这丫头爱搔搔人，我不免回头细怀问。年啊，你送年又为平。我是听人家传说的呀。是什么？传说他有一位相好的女子，是谁？好像是是一位小姐吧？哦，是一位小姐。这传说中的小姐，恐怕就是我吧？小姐，怎么会是你呢？李公子是2月12为洛阳的，与小姐相逢乃是3月初3。此日他与那女子相爱，已有半月多了。既是此，他为何不与那女子成亲，却要与我？小姐，这正是他不应横动。他用虚人假爱甜言蜜语，哄得别人失身于他，转眼之间，他却变了心。爷爷，你所知道的这本仔细呢？人家都是这样传说的呀。沈家说，难道你不知耳闻为虚，眼见为实吗？小姐，
怪不相信，请别的事可为凭。燕子来是陈十爷，燕子去是陈十姐。数天的上飞鹰，小人一言无偏见。这婚事因我决意不允。即日此，奴婢为夫复命。当相亲，李公子门的家生，能否他家有2千万金，能全归他的父私呀朝廷。公子他定认为官居一品，那是的我便是高明夫人。不你飞，我保你走吧，二夫人。此情真公子情，只可惜奴婢不归临之情。早听过第一美女骗人话，我怎能做件事不在此心？一块菜外来恩情是分明，我怎能承受此小可记得腊月丧梅时，见他到我在后院门，求你走进闭梦云，我人之花与分明，为洛阳反复言到外来人，再骗得我一片痴心事黑深，到如今一后悔一恨子，全小弟你莫讨佛成诺言恨自己当初为了今世事，天
他朝朝暮暮留身边，少不得争风和冲，老纷纷。倘若他公子面前生往事，只怕我红光。我袖手一封，拜你白玉公子，请他领聘家人。奴婢公子送了。李公子，老夫人吩咐，明日公子成亲，此节全当心旁。哎呦，上里虽日定当我，昨日就压着在手人下。我在此稍待，你是去吧。是。从失望到兴旺，明日配鸳鸯，请二郎食他王得应才听唱。哈哈，我的大美人回来了。这是舅母为我准备的新房啊！舅母言道，明日便是佳节，叫我与燕玲小姐成亲。你不要欢喜早了，明日便是佳节，今日欢喜也不算早哦。早了，不早。英英小姐有话，叫你另聘佳人。
什么？你是什么？叫你另聘家人。莫非你坏了我的好子？你以为失了我的外娃，他就不答应了？他答应了。哼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他为与你一般见识，你听他这最后诗句：因言真诚乃后命，高帝故日有贵人。三六胭脂居檐下，血闹王爷长生灵。这就是神，有你无他，有他无你。俺自己有一次下了眼睛，被欺骗成女龙，我是梦中醒。正以为将心问心都是有哪子笑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推门小弟假盈盈，原是个虚情假意。两面人当年关键我是你被恩见，是难怪他冤家离离分，笑面不给为何知？这真是门当户对，平阴相当，一心相通，一代家门。天作成什么？你问他什么？非是马，我只把十人计，十分里只讲三两句。我不是石头棍人，铁心飞，我也是爹娘生养，受虐屈。神明们真知吹当，偏有气，咽不下砸破胸骨。一口气，巨木，这就是爷爷的成人之美。萧先生，我这府中已经用不得你了。我这慢，先生，巨魔啊！
啊！
切之事，当着诸位宾客，可速用去。他们定然是我封闭，将我捆绑起来。到那日有人来帮我当时。